那因为因应现在目前整个不管是国际情势或者是台海这个部分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为了要将这个载具做到它的规格能够做到军用等级，所以我们也朝向军民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所以我们过去大概10几年的时间都是做中小型的，给这个取代 diver 潜水夫去检测啊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希望说，那既然在稍微在近海，那我们可能需要做得更大的。那所以我们用4米的。那4米呢，我们想第一个它可以 carry 更多的科研设备。